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11月28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陆尚珠。最新的消息来看，香港防护院大楼火烧，这死亡的人数是增加到94个人，77个人受伤，其中一位死者是消防员。当局表示，打算透早9点完成这座大楼全部住户的敲碎工课。 规栋大楼拢烧到海去，对乌妈妈窗仔门看入去徛街内面，有消防员伫咧内面开手电测。当局讲，死伤者主要拢集中伫咧凤翔阁甲凤泰阁，这两栋大楼迄当阵火较猛，因若走出来人是分布伫无共大楼。 To 4 individual units and damping down to various units of the 7 blocks are still in progress. What's next is the search and rescue operation. We will conduct search and operation to the remaining 25 assistant calls, and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endeavor to effect forcible entry to all the units of the 7 blocks concerned,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re are no other possible casualties. 这是香港自1960年以来上惨重的火灾，也是最近17年来第一场5级的大火，包括损一个消防人员在内重大死伤。 有真侪人伫咧临时庇护中心内面找失去联络的亲人，有妈妈知影家己婴仔不幸死亡，口家挡袂牢。咁都睇到個樣嘅，分男女咁睇認到係咪？附近的社區會堂、體育館攏開放做臨時庇護中心，要受災戶倒伫咧商場的地板困過暝。底衫褲啊，喺度沖涼啊，成啊嗰啲咁咯，食物嗰啲唔使㗎，呢度大把有。 當局即馬適湖北的安置中心收容差不多900位居民。行政長官李家超講，成立3億港元的大埔防護院援助基金。因若導火原因即馬正伫咧調查，維修工程的承包公司2位董事，抑個一個工程顧問，已經互警方以涉嫌誤殺的罪名拘捕。公視新聞吳文玲編輯。 中國上大連鎖隨行咖啡，因為真俗真濟消費者介意，所以風聲講12月要伫咧台灣開店，地點攏找好勢，甚至也開始在招員工。經濟部長景明賢表示，這個餐飲業無法立去禁止中資投資的行業，目前嘛也未接受到這業者的申請。 鹽酸新鮮咖啡豆啊，加上介紹真俗，互連鎖的隨行咖啡喺中國點店是點甲真緊，而且真受當地民眾的介意。即馬傳出隨行咖啡有可能喺12月來台灣開店，地點就選喺台北市。雖然目前時間看袂出內部的狀況，但門口已經打找人才的廣告，一日都要找真濟員工。如果比較便宜的話，會啊，因為咖啡感覺星巴克現在賣得太貴。他們的食安好嗎？健不健康是我比較會考慮到。 實際卡在找人才的廣告頂懸的電話是無人接，無法度證實隨行咖啡敢真正要來台灣開店。不過對時間狀況單頂懸，會當看到技術代理商順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的名。順玉控股的官方網站除了寫第一間旗艦店都要開幕，閣會當看到有印隨行咖啡 logo 的圖。對中資咖啡要來台灣開店，經濟部長景明賢表示講，經濟部並無禁止中資的餐飲業來台灣投資，但是要符合相關的規範。 在中国的母公司要来台湾设立分店也好，或子公司也好，那就要按照相关规定来做申请。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接到他申请，我们都欢迎啊。如果是符合相关法律的话。 經濟部投審司表示講，中資餐飲業是開放投資的項目之一，但是要事先申請。經濟部在受理了後，會將兩項條例含中國地區人民來台投資許可辦法的規定，回向相關主管機關了後來辦理。另外嘛會做審查，若投資人是中國地區有政治上的機關，應該限制來台投資，也是投資經營出現經濟上有獨佔地位，都要撤銷還是廢止投資。 大概会比较影响到的，像是平價的連鎖咖啡店，或者像是部分的超商、超市。台灣的咖啡市場其實相對競爭，所以即便它剛進來的時候呢，會有一些話題，但如果變成做連鎖，或者是它增加它的這個店數的話呢，其實它衝擊是有限的。專家認為講，若隨行咖啡來台灣開店，所甲價值又較懸，對隨行是無一定較有利。若是維持本地品牌的定價，雖然會當符合品牌的形象，但敢會當用這俗價策略來開店，閣要看市場的考驗。記者綜合報道。 蔡鄉親做伙來關心天氣，今日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是較冷，若是這水汽會豆豆一點減少，咱來看溫度。
今仔日干那恒春半岛和中南部山区会落一寡雨，然后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各地早起和暗时拢会较冷。中部以北和宜兰这低温是14、15度，南部和花东是18度，那北部和东半部高温是22、23度，中南部是24、24、25度。气象署嘛针对全台湾14个县市来发布了上强风特报。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也有外岛地区，可能是会透8级以上的阵风。偏乌西乡的红螺川的粪扫掩埋场日前火烧，并且上无是有2000平方公尺。嘛，因为透东北季风，这火是真恶拍花。环保局讲，这粪扫堆是真高，内底也阁真下，可能爱阁烧3-4天。臭味和乌烟嘛，影响到附近的居民和学校。大火一直烧，火位日前环境1点烧到日前拢还阁明火，烧起的面积至少600多平。对，这个是林务局部控制，也由环保局调派3部的挖掘机要进场挖掘，我们配合现场的挖掘机作业进行涉水灌救降温。这是平湖县线西乡红螺川粪扫卫生掩埋场导火所在，是伫粪扫场的北边。东北季风一直吹，火真歹拍花。县政府全力把火限伫场内，暗过挡袂掉火氛，吹起附近的星光桥，不少居民拢闻得到臭味。星光国小的师生原来受影响。挂空污器然后再是广播宣导各班尽量在教室里面。那如果出来的话，务必戴口罩。对，然后我们的体育课都尽量在室内。东北风的情形很强，所以呢，这个风的下游处呢，就会包含红螺、西溪、成功、城北、乌坎、新人等地区呢，都会受到这个空气品质有些影响。平湖县有10个粪扫掩埋场，大部分拢定也是封起来。红螺粪扫掩埋场是目前还搁伫使用，嘛上主要的粪扫掩埋场，用来转运还是暂垦。原本的用量早都已经定还搁继续伫垦。这个月24日发生火灾，去年底嘛有大火烧毁县政府粪扫车、自修车、地书粪扫清运的工作捌停落来，互地方对环境甲粪扫气化问题真困扰。奇怪，不知道是垃圾摩擦还是沼气，还是它就东北季风助长之下，它火势它就是越来越大。平湖县环保局伊国明火伫2月进前拍花，下底原地吸收，恐惊会持续3-4天。火场已经限伫掩埋场前半场，后半场还会当正常进场，加快粪扫清运，袂因为火灾受影响。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再来，咱来看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头先，咱来看《中国时报》。身为中国配偶的台湾新住民发展协会理事长池春英涉犯反渗透法，受中国资金介入总统和县市长的选举，另外也佫牵涉到帮地产贷款诈骗和经营地下汇兑，去互新北地方法院裁定羁押禁见。再来，咱看《联合报》。台积电的前副总罗伟仁，若像摕到公司的机密退休了后，佮去到Intel 食头路，检调昨日是去敲罗伟仁伫咧台北和新竹的徛家查扣证本，法院嘛裁准甲扣押股票和不动产。再来，咱看《自由时报》，禁止用喷饲猪的政策，农业部是讲，说来加护产生的喷继续维持禁用，也毋过拍算12月初7开始开放1年来通用事业的喷来饲猪，再来针对用喷饲猪的业者会来规划转型。全台湾也阁是禁止用喷来饲猪，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各来会分阶段来改进。虽然讲会开放事业活动所产生的喷通用来饲猪，也毋过敢若是过渡期间的做法。有饲猪业者表示会当接受，毋过也有立委认为讲这风险伤大咯。国内非洲地区疫情发生超过1个月，还阁咧禁止用喷饲猪。政府开始要求用喷饲猪的用地户加装监视器，且加装 GPS， 是毋是为解禁的铺路？农业部长陈俊贵早起表示，要分阶段开放，伫满照山的原则甲地方政府同意的前提，会先开放事业喷，毋过加害喷也禁止。从风险的角度来讲，因为家务厨余很有可能是因为旅客或是这种自用的邮包寄到家里来，然后吃剩的丢到我们的家务厨余，那这个风险是相当高的。
开放餐厅团餐者的输液的喷，农业部指出，因猪肉的来源较会当掌握，就算进口嘛，敢若会为非疫区入来，风险较低。不过，这个讲法去互国民党立委质疑，讲敢若禁加号无禁输液用的喷，根本做半套，会害到2000亿产业。不过，部长陈俊贵讲，这是风险考虑，双方坚持无共。把厨余桶放在外面，然后我隔壁邻居把他的家户厨余拿来倒，你有办法分辨吗？你没有办法分辨嘛？有人因为非洲猪瘟爆发家破人亡，就是你的责任。中央跟地方政府的防疫是要一起的。农业部提出的方向还未正式确定，用喷饲猪的农民认为分阶段解禁会当接受，大部分用饲料饲猪的营利协会进前要求加号输液的喷拢爱禁，安尼无要上北抗议。多入条款定了1年、2年、3年，根本就没有屁用啊！共同商议，我解决这个事情。没有问题解决，我们决定走上街头。上危险的就是家务厨余啊！伊安尼嘛是会使来，因为你把家务厨余禁起，迄个世界会气物，甲遐下架了，互人继续使用，会当接受啊。有行过，正经是风险拢无。目前全台湾逐工差不多有2115栋的喷，有6成摕来饲猪。用喷饲猪有45%是加号的喷，若是禁用了后，环境部估算，差不多284栋爱用烧的也是台起来，短时间内也会使。若是什么时阵解禁，农业部敢若讲12月底前会要求用喷饲猪的人爱装监视系统加 GPS。立委询问了后，农业部嘛表示，明年2月底会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提出非洲猪瘟非疫国的申请。记者采访报道。镜头转到国际，香港大楼火烧的影片，互人看到心惊吓。演过这大规模的火烧，也包括1996年香港嘉利大楼火灾，2017年伦敦的吉兰惠塔大火，也有顶个月香港的花舞大楼火灾。也拿这届防护院火烧事故，这个应届嘛正做讨论的重点。香港一场大火，互人想到2017年英国伦敦的吉兰惠塔大火，这栋人口真侪集合主体是住100多户600个人，半面有一台冰箱小拍灯，结果拄到当在整修的外壁是使用较烧起来的阿鲁米隔热板，火势是真紧拖到其他的楼层，落尾造成72个人不幸死亡。这嘛是英国对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上严重的火灾。I'm not even sure if half of them got out, to be honest with you. There was kids at the window, there was people flashing their phone lights for help, but the fire brigade couldn't get upstairs. As you will appreciate, this is a completely unprecedented fire. In my 29 years in the London Fire Brigade, I have never seen a fire of this nature. 造成吉兰惠塔拍火困难的原因之一，就是烟弹光效应。这是讲户内空气烟堆积的空间对顶悬升起来，还是降落来，造成空气加强对流的现象。搁较早进前的1996年，同款伫香港的嘉利大厦的火灾，嘛是因为烟弹光效应造成火势是拖了真紧。迄当初这栋商业大楼是当在整修电梯，发电局产生的火气甲11点多引起火灾。嘉利大厦阁是当行方便热空气对顶悬塌起来，互管楼层的火势特别严重。相关单位虽然出動直升機，嘛是造成41個人死亡。到咗嚟嘅時間咧，因為好多人咧係等緊救援啦，包括喺天棚嘅。我哋亦都係用呢個直升機咧，係喺天棚救個人嘅。嘉利大廈因為電梯施工搭得啊濟，應該嘛變作造中火勢原因。最近的例是伫今年的10月18，喺中環的花舞大廈的平價大火，監管機關閣特別發出通告，要求建商檢討應該阻燒功能，但無想到才過1個月爾，就閣發生更較嚴重的意外。第二應該是香港傳統的施工用具，因為當量輕成本低，較好伫正矮的香港街仔路運送，唔若捌出現伫真濟經典的香港片內面，一直到即馬能夠廣泛應用喺工地的現場。但是因為安全的考慮，香港政府今年捌要求所有的公共工程必須有50%以上使用金屬嘅應價。係方便好多嘅，係同埋你話安全性嘅話，其實竹咧雖然係即係可能個壽命係比鐵通係比較更加短啦。迄當陣推廣金屬嘅應價，主要考慮是施工安全，唔是風火性，嘛無完全禁止得啊濟應價。但是喺經過防護院大火慘痛教訓了後，香港官方可能考慮採取更較嚴格嘅措施。公視新聞由派準編譯。
澳洲议会日前通过一项决议，13岁以下禁止使用任何社群媒体。那13岁至16岁，就要家长也是监护人的同意，不过这无法律效力。那另外，伫咧澳洲嘛有青少年网络禁令12月要施行了。有网络权益团体是认为讲，这项法律是对言论自由的无公平，已经向高等法院提起诉讼。行路行到一半，摕手机查资料，或者是甲朋友分享手机内面的内容，真侪人已经变做手机的重度使用者。澳洲议会日前通过决议，呼吁统一欧盟国家使用社群的年纪设定伫16岁，13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袂使使用任何社群媒体，也袂当分享任何影音或者是 AI 的陪伴工具。若13到16岁之间的未成年人，就要家长或者是监护人同意，才能使用社群媒体。With this report, we finally draw a line. We are saying clearly to the platforms, your services are not designed for children, and the experiment ends here. 澳洲是自12月开始要实施社群平台禁令，自12月初10开始，16岁以下青少年的社群口座就要强制撤掉。这个族群有超过100万人。违反规定的社群平台会罚4950万澳币，超过大票10亿。但是当地的网络权益团体所谓自由计划是认为，这项法律是对言论自由的无公平攻击，已经向高等法院提诉讼。They have something called IP addresses, which are known. And so they can know, okay, this is a potential VPN access. And those IP addresses would say, for example, we are here in Australia, someone is probably trying to access through Singapore, presumably. 亚洲的马来西亚这几年对社群媒体监管也愈来愈严格。网络平台甲通讯公司的用户，若超过800万人，就要摕到当地使用执照。另外，自2026年开始，也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群媒体。公司新闻深入配编辑。伫咧美国白宫附近发生枪案，有2个国民兵去互开枪。官方表示，嫌犯是阿富汗的移民。总统川普下令暂停处理阿富汗人的移民申请，也要全面审查19个国家公民的绿卡。伫华府闹区，2日下昼2点半，离北京几多条街的路口，突然间传出几多声枪声，集群的国民兵倒伫咧涂骹，现场国民兵甲警方是压制嫌犯。FBI 联邦调查局形容，这是对华府治安甲联邦部队的强烈挑战。2个国民兵怎么也搁伫咧交互病房抢救？目击者讲，这附近普通时是白领族上班或者是食到人多所在。无想到讲，伫咧美国戒备上严密的总统官邸附近，竟然发生国民兵敢若是被锁定攻击的枪击案，让人真意外。We did hear them like working on somebody and like they were doing chest compressions on one of the National Guard men, and then there was another one that was on the ground that looked like he was a little bit closer to the suspect. 枪击迄当阵，附近的民众正伫咧路的等车顶，突然间听到几多声正大声的乒乓叫声音，拄开始叫是伫咧施工，尾啊看到国民兵冲向地铁站的方向，才知影发生枪击案，大家赶紧走。目击者讲，几分钟内现场就出现真侪警车、消防车甲直升机。警方由防锁线，远远看到2个国民兵倒伫咧涂骹，边有人持因的胸坎伫咧抢救，其他国民兵情绪激动揽做伙。This is a targeted shooting. One individual who appeared to target these guardsmen, that individual has been taken into custody. 枪击案发生的时阵，川普人正伫咧佛州过感恩节的假期，北京把紧急封锁。川普谴责这是正恶质的社会攻击，若违反人性，也是受分加恐怖行为，强调会付出沉重的代价。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讲，川普下令国再增派500名国民兵进驻华府，和首都大楼顶的军事存在感更加强。公司新闻郑伟林编辑。因为俄乌战争，真侪欧洲国家拢在加强军备。比利时国防部按算2026年，针对18岁至25岁的少年人推出1年的自愿军事训练，一个月薪水是2000欧元，差不多是新台币7万元。1年后会当选择正做后备军人，也会当退出。
会场有真侪少年人对指示牌，前往水明会报道的所在。受到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的影响，比利时国防部计划伫2026年，针对18岁到25岁的少年人，推出一项1年长的志愿性军事训练计划，按算第一批招500人，未来渐渐扩大。因为每个月发薪水2000欧元，超过地票7万支，吸引真侪少年人来看卖。 Juste comme ça, par curiosité, aussi pour me renforcer intellectuellement et aussi physiquement, pour avoir une autre expérience dans un autre domaine. Dans la construction, j'ai fait un peu d'ORECA, mais l'armée, ça pourrait me changer, quoi. C'est pas trop mal payé en plus pour une année. Ouais. 比利时对1996年开始取消义务做兵的制度，转做志愿役。政府希望借此强化公民的责任感，也为少年人提供工作经验甲职业发展的机会。参加者会伫接受10礼拜嘅基本军事训练了后，进行包含陆海空等各军种的专业训练。1年了后，会当选要做兵，正做后备军人，或者是退出。实际上，法国也准备伫27宣布针对法国少年人的全民兵役改革制度。外媒报道，这种改革可能包含一项志愿性的服役计划，使到当年会有5万名少年人亲像比利时。 qui devrait toucher une classe d'âge d'environ 5 à 10% de la cohorte annuelle. Ça veut dire environ 30 à 50 000 jeunes, et donc qui pourraient 根据法国国防部的计划，法国的目标是2035年，和后备军人部队的人数增加到1倍以上，达到105000人，也保持21万人的伤备军规模。目前，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也已经启动征兵的活动，甲培训计划，让民众体验军人的生活。公司新闻单视同朋友。那今仔日国际上，阁有啥物大代志？咱做伙来看世界。 罗西亚总统普廷表示，美国和乌克兰讨论的和平计划草案，通看作结束战争谈判的基础。也毋过，罗西亚是坚持乌克兰爱退出转来出票这寡地区，若无罗西亚会继续用武力来行动。非洲国家几类阿比索发生军方政变，目前动机也阁无清楚。在野党的候选人士认为讲，这总统伫咧政变了后，有关阁会当通电话，甚至通接受国际媒体的访问。嘛，这个现任总统是伫咧在野败选了后规划政变的。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因为讲这座大水河甲土石流，地处马达加海峡水位涨起来，然后造大水甲崩山。当局表示，上无已经有61个人过身，也有100外居民失联。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昨来台湾，外界推测讲可能是去拜访台积电的创办人张忠谋。这是黄仁勋今年第5届来到台湾，顶届是初7的时阵去南科台积电的18厂视察3奈米的先进制程，隔倒工阁去参加台积电的运动会。当时张忠谋是因为身体无好，所以无去。推测讲这届伊可能会去专工甲拜访，也有法人是分析讲，这桩是要来稳定台湾的供应链。 中科院让2年，搁再伫咧屏东和台东成功进行联合飞弹试射，也那高度高度大约是30公里外，接近太空的边界。军事专家是推估讲，这可能和天宫3精天型的防空系统相关。台东成功定机飞渔港附近，看到一道火光飞起伫天顶。 中科院伫咧27暗7点40进行飞弹实弹试射，现场民众讲飞弹射击伫天顶的声音甲光响，袂输敢若一只大声化野兽将飞击伫天顶。已经差不多2年没看到了，就很期待。刚刚看到有没有很震撼？有，看看我们国家的那个防卫器有没有在精进。 这是中科院让2年，搁在伫屏东的高屏基地，甲台东的成功进行联合飞弹试射，范围包括东南部大片的海空域。是2002年佩洛西访问台湾，解放军大规模军演到现在让2年，搁伫东部空海域进行高强度飞弹试射。照中科院的广告，这边试射管制区包括屏东高屏、台东、绿岛、南屿、甲成功外海等海空域。照作业管理，
台东负责发射无搭载弹头的靶弹，屏东高屏基地公布进行炸弹飞弹的测试。虽然天气无好，飞弹也是顺利飞起嚟。这边的高度差不多是30.48公里，挖近太空的边界，超过以前的测试参数。军事专家对管制范围也个关度来推估，飞弹形式可能是天宫系列，这嘛可能是一个检验飞行的规律、强化导引的精度、改良的版本，会当伫天气无好的时阵，游玩正精准掌握飞机的关度甲姿态，代表测试成熟度正悬。这边试射型号，中科院甲军方依照惯例是无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会有通过国防部提出的强化防卫韧性特别条例草案，未来8年要投入1.25兆来买7大类的武器装备。国防部长郭立雄证实，采买的项目是已经和美国完成初步的协调。那行政院长杜英泰嘛呼吁在野党，强调讲这和平是靠实力得来的。行政院会日前通过国防部提出的强化防卫韧性和部队称战略计划采购特别条例草案，暗算未来8年投入1.25兆，采购7大类的武器和装备。行政院长杜英泰佮亲身参加议会了后的记者会，呼吁在野党要看清事实，审慎了解即卖局势。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国哪有党？此时此刻应该抛弃政党的成见，以国以家为念，而真正的和平是靠实力得来的。已经跟美国完成初步的协调，获得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正式提供采购的项量、报价资料以及交易的期程等等的资讯，来说明美方确实是有供售的意愿。这摆特别预算筹购项目是包括精准火炮、稳定精准打击飞弹和无人载具含机反制系统等7类。这篇基定是对2022年到2033年。美国国务院表态表示讲，真欢喜看到台湾宣布新的国防特别预算，支持台湾得到关键防卫能力。但前总统马英九在面前发文批评赖总统，等于宣布台湾进入准战争状态。我买灭火器保护我的家，你说我进入了准火灾状态，难道是你要来放火吗？就在大家想要熄火灭火的时刻，为什么我们的赖总统却又想要点火，想要玩火呢？另外，国民党团是强调讲，未来严格审查军购特别预算，但嘛要求进前延前的军购，要紧甲美方争取更到位。专家是建议国军采购武器装备，应该对国防军联合作战的概念去拟定。是不是能够跟美方争取一些我们本来就想要的系统？当务之急是所谓的这个 F-16V 的这个采购，战力上已经造成了一些所谓的间隙。在两方的关系持续紧张的时阵，路透社报道，纽西兰海军上大军舰奥特亚罗瓦号在11月初5正罕见通过台湾海峡，传出在通过台海的期间，和中国军队追踪监控。不过，纽西兰国防部长柯林斯是回应讲，是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行使的航行自由。记者综合报道。财政部公告115年综合所得税和所得基本税额相关免税的条件。115年度一个人免税额是调悬到10.1万块，标准扣除额嘛加悬。伫咧试算了后，独身税厝的人年所得伫咧64.4万以下是唔免纳综所税，也毋过厝头家若是唔稳准报税，无法度证明讲有厝税厝，这免税的项目可能就是看有食无。20多岁小小姐跨区到外县市工作，伫事务所上班的伊，目前是税厝的族群，每个月爱纳12000块的厝税。不过厝头家希望伊莫申报，才互伊优待，所以也享受袂到政府被提出的免税薪资。合约也会说不可以申请这样，然后所以他租金方面他会比较优惠，不然就是要找可能愿意让我们申报租金的房东。因为薪资扣除额是可以直接适用嘛。对啊，所以如果薪资直接可以扣更多的话，当然是对我们来说会比较优惠。财政部指出，调悬115年度，每一个人免税额甲标准扣除额了后，伊各种情景计算，独身的税厝族群年所得64.4万以下免纳综合所得税，相信的税厝家庭年薪110.8万也免税。一个伙仔4个人税厝，而且是2个6岁以下幼囡仔，年薪168.5万以下共款免税。
如果3代同堂，再有长辈进去的时候，其实就会高达220几万。免税额本来这次也会调高4000块，那是所有的纳税人，不管他是5%的、12%的或最高到40%的，所以是雨露均沾。行政院指出，114年度综合所得税会再减轻，包含调高每一个人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是21.3万块，比前一年度各增加3000块。当日立法院审查的长照扣除额也有可能提悬到18万，免税额甲标准扣除额也拢增加，按算受益的户数有696万户。其实并不是说就是真的给你一个优惠，所以今天这个减税啊，它其实只是因为物价上涨到一定程度了，那所以呢，我去调高一些就是扣除的金额，希望能够让大家的负担能够减轻一点。财政学者认为讲，若要进一步照顾所得低的弱势族群，税制调整效果较有限，透过编列支出来帮助弱势族群，更较会当明显改善。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即马囝是愈生愈少，政府虽然有推动政策要来鼓励生囝，不过却无啥物效果。根据劳动部的调查显示，无愿意生囝的原因，除了经济，也阁有工课场聘上有薪的妇女，也致使人无想要生囝。为着要改善这款状况，劳动部表示，每年会扩大执法和加强宣导，来改善这场的文化。顶年新北市三重埔发生一件一口罩3个人不幸死亡的案件。顶一日检方调查结果出来，是因为妈妈有身受歧视，互人士透露最后规家伙仔因为经济压力造成悲剧。虽然性别工作平等法有规定禁止歧视有薪的女性员工，但是实际上隐形的有薪歧视也是存在。一怀孕的时候就开始找工作，因为他们已经听到职场的人就会讲说，你今天如果请育婴假，你回来就是被调到其他的县市去工作。劳动部上新的调查发现，有5成的女性感觉工课场也是对有薪的员工有歧视、无友善。实际上，也有2成7的女性伫工课场捌拄过有薪歧视。为了改变这个状况，劳动部表示，要来扩大劳动检查，也会提出奖励措施，来做专案的怀孕歧视的公布。如果被我们开罚是怀孕歧视的问题的话，我想我们绝对不会帮你隐藏。我们一定会让社会知道，这个企业还是有怀孕歧视的问题。根据劳动部统计，最近这3年因为有薪歧视防罚的案件有46件，罚金有1215万。为了消除工课场的歧视，未来也会密确国保违法的企业有薪歧视的形态，也有针对优秀的企业，也会颁奖表扬，让大家知。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卫福部14有个修正特定医疗技术检查检验医疗仪器施行，也是使用管理办法，也就是未来若是要做非侵入性医学美容的医师，就要完成 PGY 一般的医学训练，佮爱有评鉴制度，这嘛引起业界不满哦。日下晡，卫福部和40个医师团体开会，也达成共识，确定108年了后，无摕到专科医生资格的人，就要接受 PGY 的训练，明年开始实行。台湾医美产业是正发展，为加强管理，卫福部11月中布告提管办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包含爱完成 PGY 训练才能执行医美处置。了个评鉴制度，所引起业界反弹。日前卫福部佮40个医界团体来讨论，达成2大共识。原则上面108年之后一定要是有 PGY 2年训练这件事情，关门这件事情大家是没有意见的。那时候就没有这个制度的，有取得专科医师的，他其实就是可以照做这件事情也没问题。卫福部医师署总结，在病人安全前提之下，加强美容医学管理，各界有明确共识，是乐观其成。不过相关的配套措施，有关爱详尽沟通。因为部分医学生伫医学系毕业了后，无经过短医术训练，过去被叫做特别，即马也有共识。2019年了后，无摕到专科医师资格的人，爱受 PGY 训练，若无法度执业。那最好是2年在大医院的受训，经历过每个科的训练的话，他人格比较成熟，而且对于皮肤啊什么各方面的诊断有比较微稳一点，所以是对民众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伊个相反台的敏感制度是还未有强性。伊叔叔表示，伊个认同加强管理，暗过由伊个自律，或者是那些敏感制度无定论，会伫下礼拜过来讨论。我说要提升医疗品质的话，那我们就严格执行这个每年的督导考核，还有我们的医疗机构设置标准，把它严格执行，然后品质提升。那如果说卫福部觉得这样还不够的话，我们还有各个专科医学会可以帮忙做相关方面，做医美的手术或疗程相关的认证。医师讲，会诊会诊所本身就已经接受地方卫生局督导考核，若个大规模敏感不一定适合，倾向专科医学会协助认证，佮兼顾学业，同时保障病人就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去到麦当劳大中心大饮店食物件，用因的杯仔来啉凉的，毋过啉起来却感觉怪怪。去看医生了后，医生讲是消化道受伤，可能是杯仔洗无清气，有清洁剂才来害伊受伤。业者表示，因使用的清洁用品拢是合法，设备和员工嘛拢有正常操作。原来大中市食安处也无查到违规的事项。诊断证明书顶管写讲烧着消化道，台中有民众伫这个月2日到台中大雅的这间素食店食饭，用来用的杯仔啉凉的，第一喙就感觉有刺激味，想讲应该无安那，搁继续啉几喙，但愈啉愈感觉这种奇怪的味愈高，迄当阵嘛随向店家来反映。他一开始喝是有感觉些微的这个味道不太对劲啊，跟一般平常会喝到的可乐可能有一点点差异。如果说是他这个有疑似的残留物哦，可能就没有完全的冲洗干净的情况底下，它在烘干，那这一些残留的这一些药剂就会附着在杯底。当事人的老爸是家不满服务人员，第一时间根本就无积极来处理。因查某囝转去厝了后，全面家拢感觉痛，伊刚去看医生，诊断就是消化道烧着。这个内用杯仔残留清洁剂，品质嘛可能真歹。其他民众嘛对中学使用的内用杯仔袂放心。这样杯子感觉就是会蛮多人用过的啦。我都以外带杯居多。台中市食安处去这间店稽查，包括洗设备流程和清洁剂的管理，嘛有关心饮料杯仔敢唔洗好清气，拢无发现奇怪的所在。麦当劳对2022年开始是配合政策实施使用内用的饮料杯仔，内用杯回收了后会先用人工来洗，再搁放入去洗碗机，用食品用的清洁剂来洗和消毒。对这摆的事件，麦当劳强调讲，第一时间就对消费者表达关心，而且陪去看医生，检视相关设备和员工操作的定数嘛拢正常。另外，清洁用品的部分嘛拢符合法规。可能会发生吞咽疼痛或者胸痛、背痛，严重的话甚至会影响呼吸。发生的当下，切记不要催吐，以免造成食道或消化道的2度伤害。医师表示讲，清洁剂内面的酸碱对胃会造成伤害，若是喙吐会造成第2摆的伤害。建议讲，若患者意识是清楚的，应该先用清水也是牛奶甲透过，而且较紧甲送病院。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帮忙查缉队最近伫咧北中南查到7个嫌犯，违法伫咧网络顶来卖沙鱼剑。查缉队表示，即摆是拢总查到4支，和顶半年查到的37支比起来，数量是有较减少。嘛提醒民众，这沙鱼剑就是保育类动物的喙管，相当会判5年以下有期徒刑，也是罚150万。我那时候手就是缺钱，然后我后来有没有包？有包，那就没办法。因为民众伫网络打文违法买卖用保育类动物固有喙管作为沙鱼剑，海巡查缉队根据线索，对7月到10月分别伫新北、台中、台南、高雄地区进行敲找，拢总查到4支沙鱼剑，掠到7名嫌犯。因有人是伫网络打文找买主，嘛有人是摕来店头价卖。这是开光过的啦，有你老人。还有无？我1支尔吗？没有啦。就1支尔？真的啊。这是老人留落来，伊少年人迄呀。帮忙查缉队表示，今年顶半年拢总查到37支沙鱼剑，上大支的有122公分。下半年查到4支，一支市价大约5万。这摆查到的沙鱼剑，拢是对厝内时代手头放落来的。少年的接手了后，有的是因为欠钱用，有的是想要转现金。查缉队强调，沙鱼剑做规宗教活动的法器使用无问题，不过若是牵涉到买卖行为，就是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犯前利用网络平台匿名特性公开兜售1级保育类野生动物产制品，经专案小组调查发现，鲨鱼剑因特殊形状与象征意涵，于民间信仰活动常用于起祭仪式，故于市场上具一定价值。
易成为非法交易目标。进前海保署做的调查报告，固油因为行政班掠伤济，台湾近海已经伫要20年无看到固油出现啦。海巡署呼吁，若无迄个饲草，都会造成伤害。即阵真侪宗教活动拢运用白铁做的来取代固油喙管做的刷鱼夹，请民众唔通违法买卖，避免罚钱食官司。记者柯家朱照用高雄仓报道。高雄林园的文化街王仁爱路有一个青红灯路口，这2天雄雄会互人用雨伞扎起来。一条顶管是打工土地已经被互人以后路口要收回来，不爱互行。民众去甲议员反映，查落去才知影讲，这青红灯是竟然设伫咧私人的商业地顶管。新的地主无愿意互人经过，市府也当地想办法解决。大概3米宽路口已经互护栏炸一半，原地也会当回车的路，即阵剩一线都通行。无论是赛车还是骑车来到路口，拢爱慢。有民众看到路口正做安尼，当作是伫咧整修道路。详细甲看护栏顶管大字条才知影，地主甲土地卖人，以后无被防对价过。就很麻烦啊，还要绕一大圈呢。爱加谁偌远啊？反正就是不方便了，前后都不方便。他一开始封的时候，第1天这边其实交通就有点打结了，因为大家都很习惯从这边进出啊，因为这边车流量非常的大。然后他现在为这个样子，其实对地方而言就困了的啦。出入的人车多，路口站安尼真危险，民众看毋是细，紧去甲议员反映，想要到议员找来交通局甲新工处会勘才发现，这个路口是107年仁爱路混化了后，顺势画线做青红灯。不过做路口无选路地，颠倒做伫咧私人的商业地顶管，即阵土地卖出去，新地主无要照市府用，议员要求市府爱想办法来解决，唔通开大钱做无路用工课。新工处跟交通局呢，2个局处现在在推，就是当时在设计这个路口的时候，没有去查说这个路口是私人的土地，以至于呢，把斑马线都画了，红绿灯也放了。仁爱路与文化街口为次要临接现况通路，没有办理文化街的用地取得。有关于地方民意，建议林园区仁爱路与文化街口的开辟。新工处已入案。议员认为市府无事先查证，实在无够认真。即阵敢若会当赶紧提案，用边仔原本就是计划道路的路地来改造新路口，互地方居民一个安全的道路通行。记者柯家朱照用高雄仓报道。香港的风学院发生火灾，事实是真严重。国内都有专家提醒讲，建筑物外口是拢爱用防护网的材质，较悬的大楼所产生的结构效应，嘛可能是影响的因素。防灾拢爱详细规划。咱国内是规定讲，建筑物若是超过16层楼，大楼拢爱有自动泉水、自动警报等等这安全设施，而且平常时都拢爱保养甲维护。2017年，伫英国伦敦黄金地段的格兰菲塔大火夺走72条人命，互人讲甲即届香港大埔风学院社区的火灾成成，关楼建筑的火灾要拍火难度真悬。以香港来讲，他们的大楼都很接近。那等于说它的那个防护网基本上规定都是要用这个防燃、止燃的这种重的材质，有阻燃跟没有阻燃的，的价钱差将近也差不多1倍。专家分析，若是社区的外壁使用一般的塑胶网，拄到火星真紧就会快速烧炭。另外，超悬楼也有可能产生结构效应，风力会大幅度加强，火势真紧就断开。所以防灾机制更加爱谨慎规划。如果我们收讯总机收到讯号以后，它大概会有一个警示音。感测到热能也是烟雾了后，感测器触发警报，所来广播疏散。完整一套火灾自动警报设备，可能成做保命的关键。各类场所消防员设备设置标准它在78年7月31公布实行之后，应该都要设有那个火警自动警报设备。管理委员会或是管理负责人他应该是要去设置跟维护他的消防安全设备。目前内政部相关规定，11层以上，而且地方面积伫100平公尺的建筑，11楼以上都爱有自动喷水设备，16层以上的建筑物都是逐层拢爱有自动喷水设备、自动警报设备、避难逃生设备、排烟设备、紧急电源插座等特别安全性设施，安尼无都是违规。我觉得第一个火警警报设备一定要注意，它一定要正常堪用。第二个广播设备，就算你知道火警，你没有办法广播，也没有用。而且广播我们强烈建议是人因广播，有没有办法适时的传达这个资讯很重要。专家分析，台湾的法规完善，都惊无伫管理。关楼站的建筑，平常时都爱注意维护设备，才当达到最佳效果，降低事故所带来损害。
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湾英国嘛要发生几道战严重的大楼火烧，消防局嘛提醒民众，当道行通道也会当行，而且无火阁无烟的时阵，就爱往楼骹去，而且爱甲门关好，避免烟弹开。也若准讲拢是烟啊，就爱甲门关好密，等去厝内等待救援。大火照光天色，香港丰和苑社区日来发生5级大火，造成严重死伤。丰和苑是由8栋31层的大楼组成的老社区。类似的大楼社区伫台湾嘛袂少。2021年高雄城中城大火，都有袂少住户伫逃生的过程死亡。不过拄到大楼火警，到底爱安怎逃生？民众看法无同。主要还是会看一下，就是那个环境有什么样的防灾设备，这样子去做决定。30啊，你要跑到1楼，大概那个希望比较小。那往上跑的话，大概可以到顶楼，还可以等待救援。民众烦恼向下骹逃生的未赴，选择走去厝顶。不过消防局提醒，火甲火昏大部分真紧都会冲起来，向顶悬走，恐惊爱甲火昏车拼。上好伫确认逃生通道无火甲火昏，向下骹逃生，而且刷手关门，阻挡火甲火昏弹开。我们往下的逃生通道是畅通干净的，那我们就往下逃生。但如果今天它是在逃生通道里面充满浓烟跟高热的时候，最后它就会变得相当致命，而且越往高的地方的话，它的温度啊跟毒性都会越强。我们是关门避难。若是逃生的通道已经有火昏，无法度离开，民众会当关逃生门甲自体的大门，伫厝内就地避难，等待救援。不过应该爱选门是较袂小起来的材质，毋是轻架间，而且上好有对外窗仔的房间，闪开有排风口，也是塑胶门的翼间啊，较袂去互火拿着。消防局嘛提醒民众，毋通伫自体囤真侪杂物，也是好烧的物件，较袂阻碍逃生，防止火一个烧起来都袂烧山。记者采访报道。再去看世界，来看日本东亚地峡谷公园，有一广告寒天落雪的时，会去浸温泉。真侪人看到拢讲真古水，也毋过当地人却无啥介意。虽然讲有观光收入，毋过这广告也会破坏农作物，互人真伤脑筋。根据日本官方的报告，野生动物造成的农业损失大约是有新台币33亿。闽南人伫温泉内面表现看起来真爽快。日本东亚县的野生高山呐，冬天的时阵会伫温泉内面客烧，是当地特色之一。不过，同款伫东亚县的安潭野市，高山呐，互当地的人是真头疼，因为田内面的菜色水果，定互狗是乌白加乌白蛋。リンゴはまずね食べ散らかしますよ。食べてボンボンとこう。俺が食ったぞっていうのはね、そういう感じで置いていったり。已经伫当地待真侪年的退休教授迈克，是真侪摆拄着高山啊，弄入来厝内面乱。有一摆阁是10几只狗做伙入来乱，甲厝内所有食物用甲乱七八糟，伊用5点钟才拼了。When they got in here, they opened this to get up to get grains. And they had bite marks on it. They were all over the floor. They get into it and everything. 迈克的工园是伫厝内准备鸟皮啊，含细粒石头，只要有狗出现，就摕出来甲吓惊。面对狗害，官方嘛建立一支差不多有50个人的赶狗大队，希望莫伤害因，甲因控制伫山林内面，莫干扰人类的生活。連れて行きたい方向に、狙いを定めてフォーメーションを組んで、囲って面で押していくっていうそんな感じですね。这支赶狗队另外一项武器就是高身躯顶挂的 GPS 暗管箍，因为高山仔只的一阵做伙行动，只要追踪一只，就会当掌握狗群的动向。佮有设置定位栏，嘛会当有效预防狗群弄入来城镇。虽然有人主张采取扑杀的方式，但是学者认为讲，安尼狗仔的数量只会暂时减少，嘛是有其他的狗走过来，无法度根本来解决问题。更较好的方式是好好管理，而且追踪狗群，找到和野生动物共存的方式。公司新闻优派准备了。即马医疗科技毋但会当用伫咧病院，也会当用来修复艺术品。伫咧意大利米兰一场展览，就运用电工和电脑断层等等的仪器来检测文艺复兴时期画作的内部细节，即嘛展现科技甲艺术结合的全新风貌。这张图是文艺复兴早期的画家法兰切斯卡伫15世纪晚期所画《圣尼可拉斯托伦蒂诺》。不过，伫意大利米兰的这场艺术展览，则是用医疗检查结果的方式，让参观者了解。Diventano dei pazienti, fanno un check-up, passano attraverso degli esami diagnostici, appunto come una TAC,
e questi esami ci rivelano il loro stato di salute. La diagnostica per immagini non è invasiva, quindi ci permette di andare a fondo senza corrompere. Credo che sia un aspetto fondamentale. 这款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拢已经有几落百年的历史。保管单位为着要更加了解作品的状况，看用什么保存的方式上适合，定定将艺术品提起照电光，或者是做电脑短暂扫描。 Le opere hanno bisogno di essere studiate per poter fornire delle informazioni che sono utili a comprendere i materiali, le tecniche esecutive e lo stato di conservazione delle opere da consegnare agli specialisti del settore, quindi agli storici dell'arte, ai curatori e naturalmente ai restauratori. 这本女将普书是文艺复兴后期画家卡拉瓦乔在1594年左右完成的第一个版本。因过经过扫描，专家发现，除了表面所看到这两个人，画布的侵占有另外100度，佮加细90度，就能看到这100度是圣母玛利亚就来抱着耶稣。 Di altre opere. La presenza di disegni preparatori sono elementi oggettivi che provano anche le tecniche di realizzazione delle opere stesse, come spesso questi maestri in questo periodo storico, sia dal 400 che dall'800, utilizzavano il disegno per guidare la realizzazione dell'opera, la prospettiva. 电光一个电脑短暂扫描，拢是摕来检查咱的身体状况，测出病人的病灶对症下药。甲文艺复兴的这款艺术品本来拢无关系，因过这么经过测定单位的创意，艺术品无亲像以前传统拢是用静态展览的模式，这么结合科技，呈现出无同的面貌。公司新闻谢家庭编辑。 今仔日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天气较凉冷，不过只是水汽就会减少。别个礼拜东北季风减少，温度嘛会回升。拍算讲宜兰花莲这个温是24、25度，那西半部含台东是有26至30度。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天气预报资料。北部地区16度至22度。 中部地区15度至25度，南部地区17度至24度，东部地区15度至22度，外岛地区14度至21度。过来是未来3天的气象。 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咱后礼拜再会。